大部分人咧拜四角都只係做啱一副。正所謂拜對四角，全家安樂。喺玄學中咧，建築物咧一旦長期冇人居住咧，遊魂野鬼就會容易入侵。唔少人以為拜四角可以隨便咁拜就 OK， 並無祈求呢個神靈庇佑、消除邪氣，甚至連最基本嘅保護都冇做好，結果反而惹到靈體上身。所以咧，拜四角唔止咁簡單嘅，拜嘅時候應該同時邀請地主、土地、五方五土龍神等正神到場，保護新居免受陰邪入侵。要準備常用嘅供品之外，仲要化淨宅符啊，同埋將符水灑落四角同大門，仲要念法咒啊，引呢個旺氣入宅，將陰氣驅走。此外，拜前一定要保護自己。有啲人拜四角之前精神恍惚、心神未定，好容易俾遊魂野鬼跟上身。建議大家拜四角之前沖涼啊，換啲乾淨嘅衣物，念咒保護，佩戴護身符等辟邪物品。做完儀式之後，記得洗手同埋飲符水。嚟緊我會喺香港開至本門嘅分壇，用身體力行嘅方式分享我嘅法科知識、化煞方法同埋真實個案。想知道更多，可以追蹤我朱金輝師傅。